最近好多亞洲球迷發現嘅疑似歧視嘅事件，我認為大家可以將疑似兩個字拎走去噶啦，呢一個就係有意嘅歧視。大家好啊，我係阿添，今日就想講最近好多亞洲球迷發現嘅疑似歧視嘅事件，同埋借助呢一個事件係講少少思考嘅邏輯啊。嗱，我係咁依介紹下自己先啦吓，可能好多人一開始喺唔同嘅平台啊都碌到過我啲片，已經一開始睇我嘅時候已經係一啲鳩片嚟噶啦。咁但係其實喺過去嘅8年時間呢，我都會係有少少認真嘅片啊，同埋啲鳩片啊撈住嚟出嘅。甚至開頭大部分嘅觀眾都係因為我嗰啲叫做認真少少嘅片啦吓，咁而有關注到我嘅。咁但係咧，因為講好多嘢都呢樣俾講，嗰樣俾講啊，嗰啲平台大家明噶啦吓，咁所以而家咧先比較多鳩片嘅啫。如果呢一條片係唔啱你睇嘅，唔緊要噶，我都預咗呢條片冇咩流量噶啦。咁下次喺嗰啲鳩片度先再同大家相聚啦吓。入正題啦，事緣就係最近有亞洲球迷發現喺過去幾年，其實10年8載啊，每當有亞洲球員所在嘅球隊係有機會上到領獎台嘅時候，當去到亞洲球員領獎牌又或者舉杯嗰一個 moment 啊，都會俾個鏡頭 cut 走咗㗎。嗱，包括但係就不限於2011年曼聯奪英超冠軍朴智星或者朴智星啦吓，準備舉起獎杯嘅時候，個鏡頭就切換到去其他嘅畫面啦。2013年史雲斯攞聯賽杯冠軍，基成容攞到個獎杯之後呢，個鏡頭又即刻切換咗。2016年啊，李斯特城創造奇蹟攞到英超冠軍，岡崎慎司準備捧杯嘅時候呢，個鏡頭又切換走咗。2019年利物浦戰勝熱刺係奪得歐洲聯賽冠軍杯嘅時候，呢個孫興文上台攞個銀牌嘅時候，個鏡頭又 pan 走咗。2022年利物浦贏聯賽杯冠軍嘅時候，南野拓實捧杯嘅鏡頭俾人 cut 走咗。上年歐洲聯賽冠軍杯決賽巴黎首次攞到冠軍，李江仁準備帶個金牌嘅時候，個鏡頭走咗。今年後城升英超，平河又捧杯嘅畫面 cut 走咗。以上係客觀存在嘅事實，以下就開始係我個人嘅觀點啦吓，個人嘅睇法。以我喺澳洲生活咁多年嘅經驗又好啊，經歷又好，以及喺正常嘅邏輯推理底下都好，我認為大家可以將疑似兩個字拎走去噶啦，掉咗去啊！呢一個就係有意嘅歧視。不論呢個係地域歧視、種族歧視、膚色歧視，唔緊要啊，都係歧視啊。首先邏輯上嚟講，直播嘅鏡頭調度最核心嘅一定就係要播觀眾想睇嘅內容。上面嘅例子大部分都係當時球隊嘅重要球員嚟噶，好似岡崎慎司係奪冠奇蹟嘅絕對主力啦，孫興文甚至係熱刺嘅明星球員，冇理由啲球迷唔想睇佢哋嘅。邏輯上嚟講，冇任何嘅理由喺嗰個時候移走個鏡頭。邏輯上唔通，咁就即係有意為之嘅行為嚟噶啦噃。而從我個人嘅經歷嚟講咧，喺歐美嘅世界歧視其實都普遍存在嘅。喺澳洲嘅大城市嚟講，一般嘅情況下還好吓，一般還好，即係嗰種好直接面對面有實際行動嘅歧視少啲嘅。咁但係有時你都仍然能夠由嗰個語氣又好啊，或者眼神又好啊，係輕輕咁感受到，好似有啲俾人區別對待咁。呢種感覺其實好難界定噶，你自己其實都分唔清係咪自己敏感得滯啊，定係話對方個性格本身就閪噶啦，講嘢就本身係閪噶啦，咁定係對方真係歧視啦？其實就好似今次呢個切換鏡頭一樣，如果只係單一事件一次半次，你未必能夠察覺得到噶。就算你能夠察覺得到，你都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去證明呢個係巧合啊，定係其他嘢。只不過因為今次俾人整理咗出嚟，先至能夠斷定呢個絕非巧合。所以關於呢件事嘅結論，我個人認為絕對就係歧視行為。咁啊，關於呢一件事咁啊，嚟到呢度就講完噶啦吓。但係我就想借助呢一件事去講一個思考上嘅邏輯啊，唔好覺得自己睇到嘅嘢就係世界。嗱，攞歧視嚟舉例先啦，有啲人就因為遭受過歧視啦，唔好彩啦吓，因為咁咧就覺得世界上每一個遇到利益受損嘅人咧都係因為歧視，佢哋就落定論，成個世界都充滿嚴重歧視啊！哎呀，呢洋人歧視。但係另外一啲人咧就好彩啊，好彩係嘛，冇受過歧視。好彩咁，但係因此佢哋又落定論啦，佢哋就覺得所有認為自己俾人歧視啊，你哋認為自己俾人歧視咩？嘿，你哋係玻璃心咁。但係大家記得啊，你睇到嘅世界只係你嘅世界，你只能夠證明喺你自己嘅世界邊係咁樣，而不能夠證明所有人都係咁噶。可能有啲講到一九舊啊，我換個例子吓。有時我拍一啲關於廣東話嘅內容嘅片，鳩不時咧都會有啲字咧嘅發音係引起爭議嘅。但大家其實可以留意下，大部分評論都係講緊啲咩啦？我自細都係聽呢個讀音噶啦，所以你錯。
又或者我從來未諗聽過呢個讀音啊，又係你錯。其實呢度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邏輯性嘅錯誤嘅，因為除非你係同全世界上億嘅粵語人啊都傾過偈，否則你要自細聽到呢一個讀音，咁啊只能夠證明你嗰片區域或者你接觸到嘅人係咁讀嘅啫。調翻轉啦，你未聽過，都只能夠證明你接觸嘅範圍之內冇人咁講嘅啫。但係好多人，尤其是而家呢一個世代，我發覺好多人都覺得呢個世界係以自己為中心㗎。以前我細個嘅時候遇到一啲或者聽到一啲聞所未聞嘅東西，我覺得會唔會係係咪我自己才疏學淺呢？怪唔知頭髮咁長，頭髮長見識短啊嘛。然後我就會搏命去揾資料去核實。但而家基本上係我未聽過，屌你錯啦。我聽唔係咁嘅，人唔係咁講嘅，又你錯。即係好簡單，如果你見過外星人，咁你只能夠證明呢個世界上係有外星人嘅啫，你不能夠去證明呢個世界冚世界周鳩圍都係外星人噶嘛，係咪？如果你未見過，就更加冇辦法證實呢個世界上冇外星人。呢一種思考嘅邏輯理論上應該簡單易明啦，係嘛？而我哋亦都處於人類歷史上最容易接觸到同找尋到唔同資料嘅世代啊！偏偏我哋嘅思考能力就好似翻去石器時代，用自己有限嘅經歷去判斷事實嘅真相，甚至再離譜啲，用自己有限嘅經歷去否定人哋嘅經歷，其實都幾荒謬下。再延伸講多少少啦，另外一個我想講嘅思考邏輯係，一直存在以嚟嘅嘢就未必係啱嘅，從來都唔存在喺你認知入邊嘅嘢，亦唔一定係錯噶噃。嗱，話說幾個禮拜之前咧，我朋友就轉發咗一條新聞俾我睇啦。咁啊，廣州有間飲食店就俾個客影到佢哋攞嗰啲硬膠嗰啲掃把啦，攞嚟唔知洗鑊定點咧，總之懟咗落個鑊度咁。最終個店家係俾人處罰嘅。而引起我興趣嘅咧係評論嘅內容，有好多嘅評論都話飲食行業不嬲都係咁噶啦，大驚小怪啊！咁呢一個就係覺得一路以嚟存在嘅嘢就係正確嘅呢一個邏輯啦。而有啲人就話：喂，咁我俾你食，你食唔食啊？核突咁。呢一個就係覺得唔存在喺自己認知入邊嘅嘢就係錯。其實兩者都係先入為主噶啦。當我見到呢一條新聞同埋嗰啲評論嘅時候，其實我係冇結論嘅，但係我有好多問題。呢個洗鑊嘅掃把遇到熱水嘅時候，材質上係咪符合安全要求呢？會唔會產生一啲有害嘅物質呢？係咪市面上所有嘅牌子都係同一個標準、同一個安全標準呢？如果上述嘅問題全部都係是，即係安全嘅，咁店入邊有冇一個機制能夠嚴格執行呢一把掃把係唔會用於其他地下嘅清潔呢？又或者即使用喺地下或者洗屎坑咁，有冇任何嘅數據支持呢一把掃把洗地洗屎坑再洗翻個鑊都仍然能夠過得到安全標準呢？而如果呢一切你都話通過到嘅，咁相關嘅部門又有冇相關嘅制度去專門監管呢一啲廚房嘅用具啦？而另外一方面，可能呢啲衛生標準其實冚唪唥都不通過，而呢一個亦都可能係極有可能係現實嘅情況啦。因此個店家先會受到呢個處罰啫嘛，係嘛？咁但係你亦都絕對有權去接受嘅，你絕對有權覺得所有嘅食肆都係咁噶啦，眼不見為淨噶啦。咁但係你唔好搞錯概念喎，朋友，你接受就不等於合理，不等於正確。就好似有人係能夠接受另外一半出軌，但係你不能夠就因此話出軌好合理啊，咁甚至將其定義為正確，出軌啱咁係嘛？唔得噶嘛。大家記住，人類之所以能夠行到今日，正正就係因為我哋不斷推翻一啲不嬲都係咁噶啦嘅現象。如果一直存在就等於正確，咁我哋今日可能仍然都喺封建時代啊。就等於歧視，雖然唔係話個個都係周圍都係啦，但係亦都真係存在咗好多年。有啲人逆來順受，佢哋選擇接受，就唔代表呢樣嘢係正確。我選擇對住錯嘅嘢，我係會發出我嘅聲音嘅，各位。我係阿添，我哋下次再見，拜個拜。